来看，这花莲光复渐渐咧重建，不过因为有真侪做假的店也无法度营业。光复商港就真烦恼，讲这易做的志工若是离开了后，因就会找无长期供应中岛等的业者。另外，中央前进指挥所协调官桂玲城是表示，预计这2天这崩山湖的警戒就会当降级。不过，伫咧今仔日早起8点半，林保署说是发现马太安街的崩山湖，因为这土石有崩滑落来，又搁形成一个新的崩山湖。这雨若是搁继续落落，可能24点钟水就会甜，水量达到60万吨。后续变化要观察。花莲光复商港顶礼拜开放实体课程，也毋过学生的中岛长刷出现问题，因为市区真侪餐饮业者拢也咧复管，所以学校有钱也订袂到中岛长，不方便，可能还要绕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店家都关了，很难找到。住宿学员他的早餐跟晚餐，我们要一并同时考量。那所以在学生用餐这个部分，最近有一些慈善团体来帮我们媒合这个所谓的义主团体来帮我们协助供餐。义主团体能够撑多久，我们不知道。校长表示，全校学生甲大学生1、2、3等费用2万元，一个月估计超过40万，保证这当以各界先款先支用。好在在这礼拜有义主团协助免费供餐，另外花莲光复复管。伫要完成特别重建总协调官桂林上表示，如果这只能伫中央下调甲马太安溪崩山湖的红色警戒。这样不代表我们转型会跟着走，我们的转型还是按照我们的步调去进行的。镜头转去花莲太鲁阁演出口崩山湖，有缘维持红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因为昨暗落雨，早起降潮水位到离坝顶大约2.94公尺，继续有咧泄漏，现场时间真悬，也咧调坝顶推进，希望减加坝管，挑战有完未遂。坝顶的施工环境真的是不佳，当然如果能够尽速施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加速它的溢流啦。我在强调说，这个溢流不是不好，因为它的水体不像这个马太安溪淹设湖这么大量，所以它即使下去，可能我们评估对于我们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了。对于太鲁阁演出口崩山湖，桂林县表示，关键的业者开价收悬，刷落来会找优良厂商来比价，高开标，只要开好了后，水会当慢慢的流出，都袂有灾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